最近見到好多人用餃子皮整千層麵啊，我忽發奇想用米紙整個健康版嘅千層麵啊，點知一樣咁正啊！材料就係呢度咁簡單，我仲會加啲大白菜落去。首先將啲葱同大白菜切粒，然之後加啲醃料落去啲免治豬肉嗰度，再加入大白菜粒同葱粒，成袋餡咁樣攪佢搓佢，總之撈勻佢就可以備用。另外準備一個玻璃兜，當然唔少得我哋嘅米紙啦。攞出一張米紙，唔使濕水，將佢剪成4份。當剪好4個線形之後咧，就攞咗其中2個咁樣砌佢，上下都係咁樣砌啦，你就會見到同個玻璃兜係啱啱好噶啦 ，fit 晒。然之後就加層肉餡落去鋪平，再加第2層米紙，然之後再加肉餡鋪平，再加第3層米紙同埋最後1層肉餡。其實鋪嘅過程都幾治愈啊！最後仲要鋪多1層米紙喺面，不過最後呢層咧就要濕水啦，咁樣先會貼服啲嘅。等等，咁就鋪完噶啦。然之後咧就蒸佢30分鐘，夠鐘啦！一邊蒸你已經聞到好香，睇見已經好想食啦。我會再加啲蒸魚豉油同埋辣椒油落去，哇，係咪流晒口水呢？我都介紹過好多次噶啦，我係食開3哥廚房嘅辣椒油啦，佢嘅辣椒油係麻辣香並重嘅，遲啲會幫佢哋搞團購啊！有興趣下面留定言先啦。其實我都係第一次整啊，估唔到用米紙整千層麵都幾簡單，即刻試味先。佢係有勁多肉汁啦，又可以食到豬肉同埋菜嘅鮮甜，同埋加多咗菜同用米紙去代替餃子皮又健康啲，當減脂餐都唔錯。加上米紙煙韌韌，有啲似食緊台灣嘅肉圓。呢個米紙千層麵真心簡單又好食，大家都試下整啦。不過呢度係2人份量啊，我食半個就飽啦，留翻下餐食。